的救恩，你的双手扶持软弱使我刚强。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是我们永活的见证。哈利路亚，你是信是公义救主，哈利路亚，我要永远跟随你脚步，哈利路亚，不管明日身在何处，有你同在就是美好。哈利路亚，你是信是公义救主，哈利路亚，我要永远跟随你脚步，哈利路亚，不管明日身在何处，有你同在就是美好恩典之路。2堂礼拜即将开始。大家平安，平安。让我们一起起立，用我们的歌声赞美我们的神。国度属于你，国度属于你，一切全能，一切荣耀永远属于你，天地都要跪拜，因你奇妙生命。天堂门打开，死亡不在，一切荣耀永远属于你，没有人能阻挡，你名充满能力，万王之王，全地都扬声歌唱，永恒的上帝 You are wonderful You are wonderful 让全地欢唱来赞美你，上帝直到永远光照大地，因为你奇妙生命，因为荣耀属于你，上帝直到永远荣耀属于你。感谢上帝，我们一切的荣耀都是属于你。国度属于你，一切全能，一切荣耀永远属于你，天地都要跪拜，因你奇妙生命。天堂门打开，死亡不在，一切荣耀永远属于你，没有人能阻挡，你名充满能力，万王之王，全地都扬声歌唱，永恒的上帝 You are wonderful You are wonderful 让全地欢唱来赞美你，上帝直到永远光照大地，因为你奇妙生命，因为荣耀属于你，
上帝知道永远荣耀属于你，让全地欢唱来赞美你。上帝知道永远光照大地，因为你奇妙生命，因为荣耀属于你。上帝知道永远荣耀属于你。主啊，感谢你把光赐给了我们，照亮我们的内心，也照亮我们的生命，为我们带来无比的温暖和盼望。如此奇妙，你爱那双脚你凝的我如此深刻，次次轻牵我手向前走，即便撇头松手，你依旧用力爱我。大雾总是弥漫，使我脚前迷惘，温暖的手牵引着说，我就是光。现实使我心里憔悴，无从抵挡。心事的你带来永恒爱与盼望。太阳再次升起，我看见你星光再次美丽。你无与伦比，从高山到谷底。你一直都在这里。太阳再次升起，我看见你星光再次美丽。你无与伦比，从亘古到如今。不用说明的奇迹。主啊，你是我们的太阳，在我们迷惘、失去方向的时候，你总是会找到我们，让我们重新的充满盼望和力量。如此奇妙，你爱那双脚你凝的我如此深刻，次次轻牵我手向前走，即便撇头松手，你依旧用力爱我。大雾总是弥漫，使我脚前迷惘，温暖的手牵引着手，我就是光。现实使我心里憔悴，无从抵挡。心事的你带来永恒爱与盼望。太阳再次升起，我看见你星光再次美丽。你无与伦比，从高山到谷底。你一直都在这里。太阳再次升起，我看见你星光再次美丽。你无与伦比，从亘古到如今。不用说明的奇迹。太阳再次升起，我看见你星光再次美丽。你无与伦比，从分家到地极。耶稣是爱最美的印记。耶稣是爱最美的印记。主啊，我们要把我们的全部都交给你。不论在生活中遇到了什么难题，我们都不要忘记，你永远都在我们的身边，永远都是我们的依靠。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是我的衣食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
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是我得以侍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赐给我属于你的梦想，带下你国度如在天上，赐给我奔跑不倦的力量，如鹰展翅上腾翱翔。赐给我属于你的梦想，带下你国度如在天上，赐给我奔跑不倦的力量，如鹰展翅上腾翱翔。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亲爱的上帝，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当我们在面对生活中的压力和困难时，也让我们知道不必焦虑和害怕，因为无论如何，你永远会对我们不离不弃，为我们每个人做出最好的安排。我们虽然渺小，力量也微不足道，但我们愿意将我们的一切都献给你。也求你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活出得你喜悦的生命。孩子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我们依然站立，我们用使徒信经来做信仰告白。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
请坐。奉献，我们请服侍的同工。好，我们一起来做奉献祷告。再次感谢主带领我们到你的面前，感谢主这一礼拜对我们的看顾。主祈求你继续在我们的生命中，让我们能够一生能够跟随着你。主也看顾我们在我们有身体有病痛的兄弟姐妹，主祈求你赐给他们平安，给他们医治。主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一生都有你在我们的心中，一生都要来跟随你。这时我们也要用你教导我们的主祷文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报告。好，我们来看教会消息。第一项，本主日下午3点到11月11号，2位牧师会参加北中性别公益部性别公益在教会的实况与探讨，地点在万华，以及11月12到13号会参加生活与服事新视野，结实累累在上帝园中讲座，地点在新竹圣经学院。周三晚间查经祷告会暂停一次。第二项，11月16号上午10点会召开长执会，请新当选的长执列席。下午2点召开2025年事工研讨会以及预算会议，请2025年新当选的长执以及各团契会长列席。11月24号，感恩节主日是禾堂礼拜，礼拜中将进行大手牵小手，向上献心献引的行动。我回应上帝1年来的引领与护佑。第4项，11月24号礼拜后将举行一家一菜的感恩飨宴。那这边邀请各位兄姐可以分享拿手的好菜，请欢迎预备菜肴的者至1楼柜台登记，以免菜色重复。那天用餐后，我们会进行圣诞布置，请各团契留意配合。第5项，2025年爱餐任献开始，一个单位是3000元，请踊跃响应登记。第6项，教会备有2025年精美月历，原则上1户1份，请至柜台登记领取。第7项，2024年教会补助款，最后申请日为12月1号，请各团契的会长和辅导留意。好，那团契消息，10月22号早上10点是松年团契聚会，主理是一节牧师，还有圣诞歌曲的练习。肢体消息，故刘慧英长老娘的骨灰已于上周五顺利安放于富德公墓，感谢上帝保守。第2项，11月15号中午12点是举行故陈荣瑞弟兄、陈文和长老的5俗告别礼拜，地点在怀爱馆。恳辞一切致哀事宜，愿主安慰遗族。奉献明细，请我们自己来看。我们接下来圣经。今天的圣经记在耶利米书45章1到5节。我来读：约西亚的儿子犹大王约雅敬第4年，尼利亚的儿子巴路
把耶利米先知口中所说的话写在书上。耶利米对巴录说：“巴录啊，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说，你曾说，哀哉！耶和华使我愁上加愁，我因呻吟而困乏，不得安歇。你要这样告诉他：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毁；我说栽植的，我必拔出。在全地，我都如此行。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看哪，我必使灾祸临到凡有血肉之躯的。但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保全你的性命。这是耶和华说的。”上帝的话读到这边，正道我们请知梅牧师，他的题目是曙光。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最近牧师在搭捷运的时候呢，我忘了是在哪一个捷运站，然后在捷运站里面呢，就有看到一个标语，标语上面是这样写，他说：“生活样貌改变，生活状态不变。”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这个标语啊？我后来回想，它可能是一个什么运动健身，可能类似这一种的一种标语广告。好，总而言之呢，这个生活样貌改变，生活状态不变。然后牧师看到这个标语呢，就心里在想说，确实外来环境的改变我们没办法控制，比如说我们没办法控制生老病死，我们也没办法控制突如其来的危机，也没有办法排除临时要加班被昂扣的这种情况。但至少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锻炼自己，把自己维持在一个令自己满意的状态。然后牧师在这样想的时候，我就联想到，耶利米也是这个样子。耶利米先知他在那个信仰不断向下沉沦的时代里面，他依然可以坚定的维持他与上帝的关系。我们看耶利米书从第37章到44章，整整8章都在讲南国犹大这个国家如何从信仰上的失败走向国家灭亡的过程。即使耶利米他跟上帝的关系是这么的好，但是他依旧无法幸免于难。他甚至耶利米本身他还受到很大的逼迫，还被自由也被受限，可能被关监狱之类的。好，在这个过程当中，耶利米他并没有听见他所期待的回应，也没有看见任何得拯救的神迹。我们读过以利亚的故事，就知道说耶利米在他饥饿的时候，并没有上帝没有派乌鸦来叼饼给他吃。我们读过但以理书，我们也知道，但是耶利米他在面对这些如同狮子将要把他吞吃的众人的时候，上帝也没有差派使者把那个狮子的口封住。他没有但以理这么幸运，也没有以利亚这么幸运。耶利米在他呼召的道路上一直都在受苦。如果说他在这个过程里面有得到什么安慰，那可能就是他的同工巴录，就是今天我们谈到的巴录。这个巴录愿意协助他，陪伴他。耶利米之所以能够这么坚定，是因为耶利米他清楚知道上帝的呼召，这个我们在前面好几个主日都有谈过。但是巴录呢？巴录很清楚他的呼召吗？今天这段经文的记载，它所记载的时间点是落在约雅敬王第4年的时候。我们再八股一下好，稍微回想，把记忆抓回来，就是有一次主日牧师有放个 PPT， 好，就是约雅敬王4年的时候，那个4年约雅敬做王第4年是发生什么事呢？就是巴比伦这个国家在一场战役当中打败了埃及，于是他夺得了巴勒斯坦，也就是耶路撒冷的统治权。巴比伦成为整个巴勒斯坦，也成为整个耶路撒冷的宗主国哈。大家如果对那个 PPT 还有印象的话，但是就在那个时候，上帝就再一次的吩咐耶利米说：“我要对我的子民，我要对我的国家进行攻击、毁坏、审判。你要把这些话讲给众人听。”上帝的目的是希望他的选民能够赶快悔改回头，得到拯救。这样审判的话语，要耶利米去讲，绝对没有问题，因为他清楚他的呼召，他很明白。问题是，耶利米在当时他可能是处在一个被
就是被限缩自由的状态，可能是被软禁的一个状态，他没有自由的出入，没有办法自由的出入，所以他只能把同工巴录找来，巴录来，你来帮我个忙。上帝有吩咐我这些话、这些事情，你给他写下来，写下来呢，然后呢，你去读给众人听，好，你去读给众人听。巴录一直以来啊，他就是一个幕僚的身份啊，他的工作其实比较属于幕僚的工作，从来没有说站在台前直接跟群众面对面，意思是说他从来没有说一些会让群众很反感的话，应该这样讲。好，但是如今呢，耶利米请巴录过来，然后呢，要巴录站上火线。写这些话，他就有点动摇，他心里有点动摇了。这让牧师回想哈，牧师这个例子也曾经应该有在主日分享过。我在高中的时候参加一个战斗营，青年战斗营，地点在屏东的一个跳伞训练中心，大家应该可能有印象，我有分享过。好，那个其中一个训练就要从5层楼高的高塔往下跳。那起跳点呢，它是经过科学量测。那个起跳点就是人类心里最恐惧的一个居高点，好，有测量，它有测量过的。那因为参加的学员很多嘛，大家都要排队爬高塔啊，好，然后跳下来。那我排队，我的队伍我是比较站在比较后面，所以我还在地面上排队的时候，就有看到很多人在上面要跳下来，对不对？好，我就非常的满心期待，因为我就是想要跳嘛，我才会去报名参加那个训练。然后就看到有一些人呢、在那边犹豫啊，不敢跳这样子啊，然后后来被教练三催四请，怎样，因为我不晓得教练是讲什么，因为有高度，但是看那个动作、肢体语言就可以知道说，有一些学员是被教练三催四请才跳的，那有些人怎么样都不要，就立刻回头。好，就回头放弃，我不要跳。好，那有的是腿软，就蹲在那个起跳口，腿软就直接蹲下去这样子，他弄了好久，好弄很久这样。那我还在排队啊，我在地面上排队的时候呢，我那边看啊，我心里就有点暗自窃笑。我说啊，我一定不会像这样子，我等一下跳的时候一定很帅。好，一定很帅，不会像那个太逊了，怎样。好，排队一边排队一边往前进嘛，还要准备爬上去这样。其实牧师年轻的时候真的还胆子还蛮大的，坐那个云霄飞车，我一定要坐在第一个位置。我就喜欢坐在第一个位置，然后以前牧师就很衰，他被我拉着，硬着头皮，拉着跟我要坐在我隔壁这样子，我坐的我玩得很开心，但是他就是很惧怕这样。好，但是好汉不提当年勇了哈。然后后来呢，等到我爬到高塔上面去了，然后他有一系列的就安全检查啊，什么绳索、安全锁啊，什么的，然后有一些 SOP， 好，有一些既定的一些预备动作。好，等到我真的站到那个起跳口了，往下看，当教练说跳的时候，我那一瞬间我往下看，因为有时候跳嘛，就往下看一下嘛，一往下看，我的魂都飞了。一往下看，我想哇嘞，怎么这么恐怖啊？有够恐怖的！在那个瞬间，我犹豫了，然后有点脚软这样子。然后后来教练呢在喊第二声跳的时候，我好像才回过神来，跳，对，要跳了，好，我才跳下去。就是我心里在那一个瞬间那一秒钟，可能我才犹豫了1秒钟，但是那1秒钟我就觉得好久哦。那1秒钟，我的心情整个很难用言语说明这样子。我想这个巴录，他当时他内心的冲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一开始耶利米叫他来写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巴录就已经算是走上一条不归路了。写什么？写那些要审判的话嘛。写那些话其实很多耶。巴录从约雅敬王做王的第4年，耶利米叫了巴录来写到隔年第5年，巴录才读给大家听。写那个要很慢写那个不像我们现在写字可以写很快，或打电脑打很快。那个时候就好像我们现在如果要我们拿毛笔字来写一篇
公告啊什么什么的，你要写的工整，那要写很久。好，不是讲个笑话。前几天啊，我跟慈爱我们在客厅，然后反正我们家自己有个群组嘛，在那边反正就有人发声，然后我们就要回应那个家人的那个问题这样。然后因为现在那个手机很方便啊，有的按那个麦克风，我用讲的，那字就会跑出来嘛。好，然后我就按那个麦克风，然后字就跑出来，然后慈爱就在旁边笑我，妈妈你看你都还没打出来，我用打的我都已经写出来，意思说他的手速很快啦。好，我讲的都没有他手打得快这样子。好吧，就是承认我是有点年纪了这样子，手速很快，不错，好，那个巴路他在一边写的时候，回过来巴路，耶利米一边讲，巴路一边写。当巴路一边听一边写的时候，他越来越觉得大事不妙。哇，耶利米，你今天你要我讲这些东西哦，那他的心里就开始噼啪跳啊，就开始觉得不对劲，大事不妙了。可是头已经洗下去了，对不对？他已经在那边一直抄了。耶利米在那边讲嘛，一边讲，他在那边写。今天要他本来是一个幕僚的身份，要他直接面对群众，面对那些首鼠两端、畏首畏尾的官员，甚至面对那个凶残对他们非常不友善的约雅敬王，巴路内心的恐惧跟不安一直不断的扩大到了一个顶点。巴路心中的想法，上帝都知道。上帝知道巴路内心他所隐藏的声音，就是今天的第3节。就是在巴路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巴路心里讲啊，上帝把他心里的意念挑明了，借由耶利米告诉巴路说，第3节说，上帝说：“你曾说，哀哉啊！耶和华使我愁上加愁，我因呻吟而困乏，不得安歇。”上帝说：“你心里在想这个，我都知道。”好，然后下一页，第5节，上帝说，直接戳破，我们讲说戳盲肠哈。上帝直接戳破说：“你在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你在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巴路内心的声音，在他极度不安的里面，他的自言自语，上帝都听见。问题是，巴路在为什么图谋？难道为自己图谋不行吗？在那么风声鹤唳的环境当中，巴路为自己的未来，为自己所要面对的那么可怕的状态，他不能为自己做一些打算吗？难道为自己做打算是错误的吗？上帝吩咐巴路不要为自己图谋，不要为自己盘算。在雅各书的第4章第14节那里有说，上帝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都还不知道，所以你们应该要说，主若愿意，我们就能活着，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坦白讲，真的没有人可以完全交托。我们一生都在学习如何交托的这个功课。可能这件事情来了，好，上帝让我们学习了，好，我们交托了。但是再有下一件事情来的时候，可能呢，又不行了，我的信心又被冲击到了，我又要不断在祷告当中学习交托。我们一生都在学习交托的这个工作。没有人可以完全不为自己做任何的打算，这是人性。我们工作的时候会盘算钱多事少、离家近，或者是盘算这个工作它的未来性等等。生儿育女的时候也会盘算自己的口袋有多深，我有多少的本钱，我可以生1个、2个、3个、4个、5个。这个是以前的人不会去算的。然后呢，我们还会盘算说，我的孩子到一个程度，不要让他输在起跑点。那我们奉献的时候呢，也会盘算自己的生活品质是不是会受影响。我们服侍的时候也会盘算我们要保留多少时间给自己。团契分享的时候也会盘算哪些事我们分享出去可以得到很好的反馈，哪些事可能会被当成八卦的题材，那我就不要分享。即便这件事情是可以荣耀上帝，但是这也太丢脸了，我不要讲。我们教会的意向是能成为荣耀上帝的教会。
但是常常我们内心的盘算，会一不小心就泄露了我们对上帝的信心指数，其实以至于我们无法将荣耀归给上帝，最终我们只能将荣耀归给自己的盘算。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把信靠、顺服、交托变成只是一种口号。理智上我们都知道，上帝是掌权的上帝，是为我们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的上帝，是能将超过人所能想象的平安赐给我们的上帝。但是，一旦碰到超过自己能掌握的那些情况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又会习惯性的把上帝摆在一边，像热锅上的蚂蚁，一直在为自己打算？如果我们始终没有办法放下为自己图谋，始终没有办法放下对自己的盘算，如果我们始终没有办法用我们的行为来见证我们对上帝的信心，那我们就永远没办法经历上帝，没办法真正的认识他，没办法真实的认识上帝。那么上帝的全能、他的信实、慈爱、恩典等等，就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我们不相信。因为我们不相信。主耶稣也说，你们得不着，就是因为你们不信。我们看全球暖化这个议题，其实大家已经从好多年前就已经知道了。全球暖化导致冰原消失，海平面上升，许多的整个生态都会被影响，土壤酸化的程度也会影响粮食的产出。因着有一些可能稀有矿产啊，或者是我们讲说原油啊等等的，开始有一些国家在争夺某一些海域或者是一些土地的权利，于是有一些战争开始不断的，在这个历史都告诉我们。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每一项不可逆的灾难啊，就像刚才牧师讲的，全球暖化不可逆。冰原消失看似也不可逆，海平面上升也不可逆，粮食土壤酸化的这个也不可逆，等等的那些矿产，一些稀有的那些矿产，总会有挖光的一天。每一项不可逆的灾难，其实都是人类为自己图谋的结果，不是这样的吗？每一项不可逆的灾难，其实都是人类为自己图谋的结果。整个大环境的灾难已经无法借着移民啊，台湾啊，真的不是啊，我移民到哪里去？这已经不是能借着移民就能避免的。我们来看科技就好了。科技的进步，科技本来是一个辅佐的角色，它是辅助我们做一些事情可以比较更有效率的工作的这个角色。可是我们会发现，这个科技进步到一个程度，到我们现在2024年这个时间点，可能有一些已经开始等同于人性了。AI 出来了嘛？再往后呢？再往后，这个科技有没有可能控制人性？其实现在就有一点开始了。没有带手机，我们会恐慌会恐慌哦。手机没电了就很恐慌了，更何况没有带手机，到哪充电啊？去哪里都要有个充电站，对不对？随时都要带着一些充电，手机，所以已经慢慢这种现象已经慢慢开始产生喽。我们目前所面对的这一切，是因为上帝赐给我们人类有智慧、有才能，所以我们才能去把这些东西创作出来嘛。但是问题是，在全球一路增长到目前有几亿人口，牧师在过去的印象当中，我们常常讲60亿人口，然后我在想，现在还是60亿吗？然后我就上网去查了一下现在最新的资料，刚好那个最新的资料呢，它的那个时间点是在2024年的4月29号，这个日期呢，对牧师来讲又是有点4月29号因为4月29号是子群的生日然后好，2024年4月29号的统计数字，全球已经超过81亿的人口了。我从年轻的时候是60亿，到现在呢，已经马上20亿就跑出了20亿就跑出来了。
好，问题是，上帝是有赐给我们人类智慧、才能，有科学研究的精神，这些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但是在81亿的人口当中，有多少比例不是为自己图谋？有多少比例是真实敬畏上帝的存在？不是只有基督徒，应该是说，就算是基督徒，也不完全是敬畏上帝的。牧师必须要坦白这么说。反过来，反而有一些不是基督徒的，反而他能敬畏上帝，他知道有一位神，他会敬畏。总而言之，在81亿的人口当中，又有多少人是敬畏上帝的存在？因此，上帝当然会进行拆毁、拔出的行动啊！所以才你们栽植的，我要拆毁；你们建造的，我要拆毁；你们栽植的，我要拔出。这一切都在，而且这一切上帝都早就已经预告，在预言，他在启示录里面都已经预言，我们未来就会走向灭亡，因为人类的欲望、人类的图谋，因为没有多少人能够把上帝的话当一回事。今天的经文第4节、第5节，这里说：耶和华说：“看哪，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毁；我所栽植的，我必拔出。在全地，我都如此行，在全地哦。”然后继续说，第5节说：“你不可为自己图谋，看哪，我必使灾祸临到凡有血肉之躯的。”没有一个人能够逃得掉，没有一个地区，没有一个州，不管是亚洲、欧洲、美洲、南半球、北半，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躲得过。但是第5节最后，他说：“但是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保全你的性命。无论你往哪里去，我要保全你的性命。”保全你的性命这一句话，我要保全你的性命。这句话在台语的翻译如果从台语再翻回来，它的意思是说，上帝会把我们丢失的性命再捡回来啊。台语叫 Q 掉的，好，听到台语，我的性命是 Q 掉的。我原本已经失落这个性命，这是我 Q 掉的。我为什么能够把我的命捡回来呢？是因为耶稣基督。好，所以就在8路，我们回到8路，就在8路还在为自己盘算。他耶利米一边讲，他一边写，他还在内心还在盘算，非常的恐慌的那个时候，上帝非常直白的戳破8路心中的伪装。表面上他是耶利米的，好像文书嘛，好要写耶利米讲的那个话，他心里早就在内心翻腾啊。上帝直接戳破了8路心中的伪装。上帝是要让8路无地自容吗？不是的。上帝对8路在进行清创的那个动作，上帝对8路所说的这一段话说：“你不要为自己图谋啦。”这一段话反而成为8路心中极大的安慰。上帝的话如同曙光，冲破黑暗，照进8路那个充满忧虑、焦虑、充满筹算的心中。之前牧师有分享过，一个人在最痛苦的时候、最煎熬的时候，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选择的时候。比如，当我们面对生命走向死亡的时候，或者是生命碰到就是性命攸关的时候，该插管吗？该气切吗？好，插下去、切下去，该拔管吗？氧气罩戴下去，该挪开吗？牧师看过许多安息的人，他们在最后就是靠着氧气罩，他甚至都还没有，就是只是插个鼻胃管而已，他是可以呼吸，他可以自主呼吸，但是他就是残留最后的那一口气，靠着氧气罩来呼吸的时候，他就是拖很久。家属到最后，他们也到底该不该把因为只要把氧气罩挪开，他就大概不用几分钟，他就离开了。拿不拿？拿不拿？或者是要继续，就是看一个投资标的物，该投资下去吗？还要继续投资下去吗？还是要赶快止损？
如果有家暴，特别是有家暴的家庭，很多时候在过去，牧师曾经听过说啊，基督徒不能离婚呐。但是问题，这个基督徒如果他碰到家暴呢，还不能离婚吗？你要持续忍受这个家暴，还是要让加害者得到应该有的制裁跟处罚？当然，我们看到很多妇女在立新基金会有很多的 case， 有很多的妇女她不敢去报警，是因为她觉得至少我的先生还会就是还会供应我吃喝，但是她已经被打的，每天被家暴，言语的暴力、肢体的暴力，甚至于性暴力。我觉得自己的丈夫也会对自己的太太性暴力的也有他还要继续忍受下去吗？这听了很多的 case， 真的心里非常的痛。还要继续下去吗？巴路的痛苦就在于他让那个为自己图谋的那个声音，一直在他的意念当中不断的占有一席之地。他一直没有处理那个问题，他一直很鸵鸟心态的，还在那边一直让那个黑暗在他的心中一直的扩大。如今上帝的话说：“你不要再为自己图谋了。”直球对决，挑明的跟他说：“你不要再为自己图谋了。”所以上帝的话把巴路打醒，他让巴路的灵魂苏醒，让他可以真实的面对自己的信仰状态，并且让巴路醒悟到说，到底是谁才有权利掌握未来？到底是谁才有能力去决定未来？我们想为未来想再多都没有用，我们只能面对我们现在的状况，然后回到上帝的面前。上帝，你要我怎么做？你要我怎么做？如果是上帝，你会怎么做？或者是上帝，你希望我怎么做？上帝，你喜悦我应该怎么做？我们的盼望是在于看不见的上帝，而不是在于看得见的眼前的这个事情。所以上帝要巴路悔改认罪，要他为那个把自己那个为自己图谋那个念头完全的拔掉，不给魔鬼留地步。所以上帝最后对巴路说：“今后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保全你的性命，我要把你这个性命是我把你捡回来的。你这个性命本来已经被魔鬼拖走，你整个人都陷落在那个黑暗里面。今天我把你救回来，把你这个命捡回来，让你可以另外向个光明的方向走。当所有人都在往黑暗的方向走的时候，当所有人都陷落在那个忧愁苦闷，都在当鸵鸟的时候，当大家都在当鸵鸟的时候，在那个时候，耶利米是坚定持续的向着上帝的光走。巴路呢？巴路非常的纠结，在这之前他表面上是这样，但是他心理上是那样。牧师刚刚讲过，所以呢，如今要说巴路，他本来已经想他表面上是这样，心理上已经是跟着那一些要往黑暗的方向走，但是今天上帝把他抓回来了。你不是往那边，你要往那边，要往180度相反的方向走。对于一条被捡回来的生命，珍不珍惜？一定很珍惜啊！我的命被捡回来，但是我们现在常常会讲说是我们的血肉的这个生命，但是呢，上帝始终在讲的是我们灵里面的那个状态，我们的信心的这个状态。对于一条被捡回来的生命，巴路找回了他原本应该要有的样子。他清楚了，原来他就应该要像耶利米这样坚定的，完全没有疑惑。他不再跟上帝貌合神离，他放下了为自己的图谋，好吧，死就死吧，对不对？就像以斯帖，死就死吧，那有什么？就是命一条而已嘛，有什么了不起？我就算死了，我最后我还是会在上帝那一边，上帝永远跟我同在。所以，根据圣经所记，巴路果然他就毫不犹豫的接下使命，将那一段文字充满了拆毁审判的那些文字转述给众人听。这是巴路一生中最荣耀的时刻，因为他的内心他充满了盼望，他充满了信心，他也充满了勇气，他没有任何的疑惑。
这是他一生最荣耀的时刻，因为他荣耀了上帝，那么上帝就高举他。弟兄姐妹，我们的命也是被耶稣基督给捡回来的。我们本来都是陷入在那个黑暗里面，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求怜悯，求恩惠。耶稣复活的大能赐给我们盼望，让我们可以有勇气诚实的面对自己的内心，然后可以跟耶稣一起经历复活的喜悦。如果我们还一直在为自己图谋，在为自己打算，我们要悔改。如果我们始终没办法交托，我们要悔改。求主怜悯帮助我们，能坚定的回转，回头朝着上帝的光走去。上帝的光不管在哪个时代，始终是上帝的话，不论在哪个时代，始终是我们的光啊！我们在读上帝的话的时候，不能只是这样就这样读过去了，好像当作知识在吸收，要放在我们的心里去思考，昼夜思量，要去想主啊，你对我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要我怎么样去回应你？我们要好好珍惜目前这个被捡回来的生命。在上个主日，有谈到一位撒玛利亚的妇人，那位撒玛利亚的妇人就是始终都是为了那个会喝了还会渴的井水在努力，在盘算。可是当他遇见耶稣，耶稣一样是直球对决哦，直接戳破他那些隐藏，他那些伪装，戳破他那些自欺欺人的谎言，让他不再鸵鸟心态，让他可以正式面对自己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马上就悔改，她不再为自己图谋，耶稣的话成为她生命当中的曙光，让她可以成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自己。在这个凡事追求高效率、高画质，这6个字好像还蛮熟悉的，对不对？一些广告词嘛，哈。在这个凡事追求高效率、也追求高画质的这个21世纪，都在挑战人性的极限。高效率是怎么样呢？什么都要快速嘛，快速要有成就，这挑战了。这就是在我们人性，在我们今生的骄傲的这个部分呢，我们会不断的膨胀我们今生的骄傲。在讲求高画质的这个21世纪呢，就是眼目的情欲啊，什么看出去都要美美的，很好，按部就班，什么都很 OK， 眼目的情欲。在这个追求高效率、高画质的21世纪，我们几乎无可避免的只能跟着潮流走。现在的画素，手机的照相的画素已经到了，对手机画素有研究的，有至少有1200嘛，好，1200一般啦，好像一般1200嘛，可是再跟往前推，好像一开始的画素是480，是不是？当我们有了1200的画素，你还会想要回去看那个480的吗？不会嘛，对不对？好，所以呢，我们几乎无可避免的只能跟着这整个潮流、大环境的潮流在走，生活样貌快速的在改变。那身为基督徒的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只能努力的维持住自己我们该有的一个信仰状态，那就是我们要用心灵诚实吃喝上帝的话，就是不是只是看过去，我们要咀嚼啊，要吃喝，用心灵诚实吃喝上帝的话，让上帝的话成为我们心中的光，引领我们去一步一步走向着上帝冲破黑暗的那个曙光，引领我们一步步向着曙光走去。要放下自己心中为自己的筹算，能够成为一位能真实荣耀上帝的基督徒。我们接下来要一起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我们的生命献给你。我想我们的生命不只是我们的这个人，我们所能付出的这个才情恩赐，而是要打从心里把我们的盼望、我们的信心都定睛在上帝的身上。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我们要打从心里，我们的全人、全心、全人、全意，
要献给我们的主，定睛，单单仰望，定睛在我们的主耶稣。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是我得以侍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献上生命，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赐给我属于你的梦想，带下你国度如在天上，赐给我奔跑不倦的力量，如鹰展翅上腾翱翔，赐给我属于你的梦想，带下你国度如在天上，赐给我奔跑不倦的力量，如鹰展翅上腾翱翔，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我们的生命献给你，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就把我们的生命从那淤泥里面被抬上来，被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洁净我们的一生。主，愿我们能够珍惜
切实的珍惜，将我们这个被你捡回来的这个生命，我们能够全心全人的摆放在你的面前。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扶持与帮助，与你们众人同在，让你们每一时每一刻都能紧紧与主连结，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让我们一起来唱最后一首歌。你的话语是我生命的救恩，你的双手扶持软弱，使我刚强。你圣道路、真理、生命，是我们永活的见证。哈利路亚，你是信是公义救主。哈利路亚，我要永远跟随你脚步。哈利路亚，不管明日身在何处，有你同在就是美好。哈利路亚，你是信是公义救主。哈利路亚，我要永远跟随你脚步。哈利路亚，不管明日身在何处，有你同在就是美好恩典之路。2堂礼拜到这里结束，大家可以彼此交谊，请安。